新北市体育处最近一寡运动中心有开一寡运动体验课程，予新长者来遮运动，而且还有请专业的教练来教。等下丢的时候，你的手腕也要跟开车一样转出去。新疆朋友对教练运动，新北市体育处甲雕塑性运动业者合作，对今年3、4月开始，针对轻度的新疆者开办免费的运动课程，希望因伫防疫期间，嘛找有空间通好消透。简单的运动课程啊，包含体适能啊，或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专门为身心障碍族群所设计的一些运动项目，像坐地排球啊，或是一些轮椅击剑等等的。业者讲，因会观察学员的动作程度、情绪状况，安排适应的课程。新北市体育处表示，新疆者无像一般人，通随时找有运动的空间，所以今年才安排140点钟的运动课程，分做40点钟的阿佩运项目，甲100点钟的常态课程。平常他们可能在家复健或到医院去复健，就是比较像器械式的复健，就比较单一无味一点的。那我们如果透过运动啊，比如说投掷啊、跑动啊、跨啊、跳啊，这些都可以运用他们那个大肌群的部分去做训练，那同时就可以达到他们的复健效果。新北市体育处表示，希望新疆者透过课程建立社交关系，嘛互家属有休喘的空间。伊嘛会伫各区域内轮流开课，另外阿佩运体验课，会请国手教练团授课，互新疆者通家己选择适合的运动，课会一直排到9月底。记者陈金丽、李秀凯新北采访报道。